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疫情指挥中心昨宣布，甲亚洲、甲东欧20个国家以及美国3个州的旅游警示提升到第3级。今仔日，国甲美国全国、加拿大、澳洲、甲纽西兰嘛提升到第3级的警告，提醒民众避免非必要的旅游。安尼一来嘛，大大冲击到旅游业甲航空业。国内2大龙头航空、华航甲长荣面临着长航的困境。另外，四方旅行社配合着政府防疫，4月30进前，旅游团全部取消。每接一通电话，就代表损失1位人客。台湾人上爱去的日本，被列为旅游疫情建议上严重的第3级。旅游团无得出去啊，旅行社归去，宣布4月底进前，拢总取消出团。把日本升到3级，基本上就已经东南亚、东北亚已经基本上全部关门了。希望旅行社开出头1程，4月底前全面停止出团，有1000多人次行程取消。而优邦嘛决定取消4月底前的70个自营团，向西嘛取消4月份的出团。那东南要你考虑讲敢要暂停，因为连日本、新加坡、泰国拢被列为第3级，等下台湾了后，都要居家检疫14天。政府说不行，现在要推要去不可这样。航空公司嘛减1日航班，华航伫进前中港澳甲东北亚疫情愈来愈严重的时，就取消将近一半的班次，载客率剩较无一半。澳洲全面提升到3级，营收又搁减20%。中营伫北美3州的载客量占整体4成，即摆嘛面临大量减班的影响。除了开放员工申请无薪假，嘛提出空服员会使排除居家检疫的需求。华航伫4月底前，除了东京甲大阪1礼拜运2个往返通机场的班次。明仔载开始，福冈、沖縄、日本其他航点甲泰国航班隆重取消。今年才宣布开航的星宇航空，除了澳门、槟城已经取消，即马连唯一的航点岘港嘛，因为越南提升到3级，恐惊面临全面停飞命运。观光局针对旅行饭店甲观光业提出贷款甲利息补贴，目前已经发放3亿9650万块。即马听讲，中英航空3月17日由台北飞温哥华的航班有一个旅客确诊。造成12名空服人员停止出勤，和航空公司的营运是无米兼论过。